先知先覺投資者咧就會買一座呢啲咁嘅村屋，咁只係開15間就可以做一個學生宿舍。而呢個因為村屋咧係即係豁免咗，唔需要受到簡約房條例管制嘅。如果想輕鬆收租，100蚊釐印費，3成首期，咁一定夠冚喎。個租金由以前嘅每尺40蚊都唔到，而家慢慢升到上去70幾蚊。但係佢個樓價咧就慢，冇個租上得咁快。歡迎大家翻到嚟樓市當面講，我係進城地產張秋。上一集咧，我哋拆解咗 Park Silicon 嘅開價同埋250萬人口嘅流向之後咧，今集我哋直入最核心嘅議題，我哋睇下基建鐵路網幾十萬伙嘅供應，以及未來20年喺北都可以帶嚟咩商機同埋投資。嗱，咁啊基建先行係北都嘅基本概念。北環線咧成功咧可以將錦上路站去到古洞站嘅距離咧縮短只得12分鐘。咁我想請教阿汪生同阿 Eric 哥啦，呢兩條東西大動脈打通咗之後，會唔會成功將新界東同新界西嘅客人咧可以互通？第時我哋睇樓咧就會多咗跨區去睇，亦都會吸引多啲外區客嚟。我覺得當然會啦，成個區嗰個價值係升咗，一個即係一個咁嘅環線啦。佢基本上係方便過大部分市區嘅設施，亦會比較新，呢個係一個重點。咁而呢個 project 同其他開發區唔同嘅，就係話佢好早已經計劃埋咩人住、咩人用。咁嗰個即係我哋成日話房地產係 location，實際上都係居民同居民，即係咩人住嚇。咁而家呢個佢如果佢計劃冇走樣，係都係去計劃嘅人嚟住咧，呢個係可能係一個區四通八達，喺交通上可以贏過好多市區嘅交通水平，而亦好接近內地居民嘅水平，可能係近年係較高嘅水平。即係唔一定要好有錢先係一個好居民，佢可能自己水平好高啊！咁因為佢配合大學城啦，即係香港而家北部都會區已經唔係一個講字，第一有晒時間表啦，有清晰規劃啦。我哋嗰個我哋睇下我哋有咩可以配合到一個科研嘅地方。我哋有全球最強嘅 IPO 啊，咁即係呢個係你做咗產品出嚟，你有冇集資能力去 support 佢？生產能力亦會牽涉你有冇咁多人才啦。學生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我哋原子彈啊，其實即係我哋講做原子彈，其實都係留俾學生翻歸嚟做。咁變咗呢個，所以我覺得係萬事俱備嘅。咁而最重要就係話，當你見到政府唔同層面嘅政府，佢都第一個都係睇住個 project 先嘅。咁呢樣嘢我都未見過。咁我所以變咗行政上亦會有信心。所以我覺得大家即係喺個質素變嗰度咧係應該係要留意多啲咯啊！咁變咗又要諗下，即係呢個係唔係上車嘅機會咧啊？咁即係大家要諗咯嚇。呢個哥咧，咁啊直接回答你個問題先啦。咁即係我哋都係分開，我都係將新界東分開兩部分。你話上水、粉嶺，咁而家你會唔會有人過去新界西，即係轉去嗰邊住咧？唔會冇。咁但係始終都係交通不便。咁將來好明顯啦，係嘛12分鐘係嘛？咁你呢個就變成係等於當年其實係馬鞍山，即係我都即係好多分開馬鞍山啦。馬鞍山當年有個馬鐵通車係嘛？沙田嘅客以前咧係唔入馬鞍山買樓嘅，覺得哇好遠啊，嗰度係郊區嚟嘅，嗰度好荒蕪嘅。一個馬鐵哇，成個故事
唔同晒。我哋行內啊都知道啊，以往咧就係沙田分區還沙田分區，一個大頭嘅馬鞍山還馬鞍山嘅，咁兩個可能互相仲要競爭嘅添。有一條馬鐵就令到兩區冚埋一齊，通埋盤，直情係，因為呢個係我小弟公司首創啊，馬廣告先啊，通埋盤，直情係啊，咁就都即係證明兩區融合嘅。咁所以喺呢個基建先行嘅情況底下，如果將粉嶺上水一定會同屯門元朗嘅變成係一個區嘅，其實係因為個交通嘅改變。咁但係關鍵咧就係另一部分啦。咁我哋調翻轉沙田、馬鞍山、大埔嗰部分嘅會唔會就呢個又選擇埋新界西咧？咁以往一樣啦，根本基本上極微嘅，即係我哋嘅客路咧同阿窩新唔同嘅係兩個世界嚟嘅。原居民就冇大影響嘅，係啊，遷就到，但係即係新嚟嘅就即係新居民就有去，我哋就要睇佢選擇。係啦，咁所以就會多咗個選擇啦，當然會係嚇。咁但係因為係可行啦嘛係，咁但係關鍵咧有幾多咧？多唔多都係同其實頭先我所講嘅，你睇下北區有幾成熟咯，你個北部都會區我啲產業成唔成熟咯？如果我啲產業成熟，我係本來住開大圍舉例，已經係天之驕子啦，極之方便啦，係咪？我又可以翻工，我又幾方便。咁但係我 office 本身可能喺九龍、尖沙咀或者係中環，咁而家都好方便啦，係咪啊？小朋友讀書好方便啦，咁我點解搬咧？點解搬去北都咧？哦，原來我個 office 就搬咗去北都。係嘛？我個公司嘅寫字樓就係做科技咁講下，我就搬咗去北都啦。咁我係咪就有機會咯？係咪啊？如果我哋有啲清華小學，阿汪生手話齋嘅，咦？我小朋友讀埋清華小學，咁我點解唔未存在啊？舉例啫，即係舉例嚇。咁我點解唔搬去北都咧？係嘛？咁絕對呢個係有可能嘅事啦，變成係嚇。咁所以都關鍵係呢樣嘢。而小弟咧就好有信心嘅。對呢件事係其實係因為呢件事咧已經去到我自己覺得喺一個國家層面嘅事嚟嘅，其實已經係即係要將呢個北都去發展得好咧，固然係因為香港嘅問題，亦都仲關鍵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因為深圳都要發展，國家都要發展，深圳都要發展。深圳其實都唔夠地方。係嘛？如果佢好好利用到北區咁近嘅，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佢哋嚟講係好近喎。福田、南山過嚟北都係非常之方便嘅。河套區係好方便嘅。如果睇河套就對你個講法對路咯。係啊，咁其實有啲人有人咁講啦，即係其實係為深圳而做嘅啫，北都都會區。咁我覺得就偏頗咗，偏咗為深圳又好，為香港都一齊係會一個即係好好嘅一個空間，可以真係利用得到去發展一啲產業咯。其實係因為深圳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咁所以即係我有好信心喺國家嘅即係大家嘅互相嘅叫規劃底下啦、協調底下啦係會好。咁就算好似小弟都試過做嗰啲同啲國企嘅合作，佢真係想揾個數據中心啫，我幫佢揾極都揾唔到㗎喺香港。合適嘅佢要就大規模喎，咁又要電力喎，咁你香港有地方咁揾唔到，咁最後佢都喺北都落。據我所知，最後都係即係研究緊而家北都落腳咯，都係。中華可以落好多。就落到咯，就落到咯，喺開始塊地全新起啦嘛，或者係尤其是你中東嗰邊破咗防之後。突然間又更加大需要，係啊，咁所以事實上擺喺度安全啲。即係我又對北都嘅發展就好有信心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淨係睇啲秒鐘，見咗沙塵滾滾就覺得佢唔掂咯。如果淨係睇北都咧，其實咧仲有好多變化可以睇落去咧。譬如話洪水橋同屯門嘅角色啦，因為其實嗰個歷史回復仲大啊，因為原本嗰度擺兵㗎嘛，即係未做殖民地之前係屯兵啊。我哋同葡萄牙打過仗嘅，明朝嘅時候，打贏咗嘅。咁即係兵嗰度咧，應該係四通八達，兵家必爭之地。今次即係如果喺個地理上重新整合翻嗰個變化好大啲。咁事實上，洪水橋係有地鐵連結深圳。事實上咧，南延線咧喺30年就通車啦。無論講南延線或者其他嘅鐵路咧，都會早少少添嘅。咁所以變咗咧，古洞同錦上路一駁翻埋一齊咧，其實兩邊都成熟咗，兩邊同中間都成熟咗。係啊，即係如果政府係保持去過去嗰2年
嗰個專注咧，其實咧我個人好睇好嘅。嗱，起碼唔會減 value 嘅，即係本來冇一物幾乎啦嚇。咁佢如果增加翻 value 咧，係勁嘅，因為你同埋你睇河套佢做得快啲啊。咁佢對路啊，係做到嗰樣嘢，即係做到物同埋人嗰樣嘢。有關新聞咧，其實各方面都對路啊，係啊。好啊，咁啊 Alex 哥，我又想問下啦。咁啊，因為啱啱頭先都講過嗰個古洞站嘅一手咧，估計都有成1000貨嘅供應。咁但係當佢賣完呢成1000貨之後咧，因為頭先都講，其實未來呢20年都仲有幾十萬貨嘅供應。咁其實你覺得呢個嘅市場佢係咪即係會令到未來嘅樓價咧一蹶不振咧？定係會唔係喎？不斷有新貨出咧，咁可能其實會不斷推高個樓價，或者會有個新嘅購買力佢產生咗出嚟咧。嗱，我係咁睇嘅。係。咁如果你譬如話樓價咧，其實最終都要睇個整體個經濟嘅。咁同埋嗰個區嘅發展，嗰個打個比如你北部都會區嗰個產業發展啊，其他配套，如果佢嗰個產業好有序咁樣發展到起嚟，而香港經濟亦都係蓬勃咁發展咧。因為之前香港政府嘅目標話想即係報章講啊，話想增加到1000萬人口咁樣咧。咁如果譬如話都係根據政府嘅大框架咁樣發展得好嘅話咧，而佢嗰個北部都會區或者係嗰啲供應佢有序咁樣推出嚟嘅話咧，咁就冇問題嘅。因為你始終你香港嘅其他地方市中心或者其他真係土地冇乜㗎啦，以後新供應都係北部都會區嗰邊㗎啦。咁你真係要睇下，因為你而家呢個 moment 嚟講，好難一口咬定佢會有幾大影響，因為佢係有每日都有變化㗎嘛，即係未來會有變化㗎嘛。如果根據政府嘅規劃而又做得好嘅時候，咁佢投地佢唔係話幾廿萬，即係譬如10幾20萬個私樓供應，即刻下年就全部推晒出嚟啊嘛。佢都未來20年分開每年可能1萬啊、萬零啊咁樣慢慢逐步推出嚟，就真係要逐步去睇下個經濟發展點樣。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唔會話所有盤都好，所有盤都唔好，因為你始終都就算你北區都好多地方噶嘛，你嗰個盤喺地鐵站上蓋或者隔離，同你喺偏遠嘅，其實兩個盤都係天同地㗎啦已經。所以真係要逐個盤去睇，有啲可能真係唔得嘅。咁有啲可能個產業隔離有喺一個某某名牌大學嘅附屬小學或者係乜嘢，咁佢隔離嗰個可能真係好掂嘅。所以其實我哋作為投資者，我哋唔會話一棍就扮死成個都唔得，我哋要逐個樓盤去睇。咁而家好過去2年咧，就樓市由低位升翻上嚟咁樣啦。咁發展商都買咗好多樓，咁佢哋而家嘅財政實力咧，即係幾大發展商計啊？即係唔計個別，即係譬如話最大嗰幾間啦咁樣，佢哋嘅財政實力都好強嘅。而家都甚至乎好似某個發展商仲有500-600億現金喺手冇債嘅。咁你咁樣嘅情況下咧，佢哋我相信佢哋投地咧，經過過去幾年嗰個市道嘅經驗咧，佢哋都會比較審慎，即係話會逐步去做。所以我唔會覺得佢哋一窩蜂去搶地，跟住一窩蜂推盤去推冧個樓，即係呢個應該唔會㗎啦。我覺得會逐步。咁你話對樓市係良性影響啊，淨係話喂咁多，淨係惡性影響咧？呢個真係要未來要逐年去檢討嘅。因為你個經濟係不斷變化㗎嘛。咁當然咧，你話喂美國嘅利率就單講利率，你由3點幾。如果你升到去6嘅，咁肯定係有一種比較負面嘅影響啦。但係如果佢話喂唔係喎，未來3年可能又跌翻落去1點幾兩，咁啊又正面影響㗎咯。所以其實最重要就係佢北都住宅只係一個副產品，最主菜其實係產業。個產業成功與否係決定咗個住宅嘅投資價值。咁我當然啦，以國家咁大力支持香港嘅經濟下，其實我都有多少信心嘅。不過就可能要俾多少時間去做好嗰個乜嘢咯。北都未嚟到而家咁清楚嘅時候咧，我哋心裏邊嘅方案就係話必要時起咗樓先啦。等佢個 project 有嘢做先啦。
咁但係似乎而家唔係咁悲啊，因為事實上咧經過咗幾年考驗咧，我相信好多銀行個財務都唔敢借咁多錢㗎啦。係啊，你借俾我，我都要有排講數㗎啦。大考嚟嘅過去。係啊，即係喺嗰個加息啊，同埋你追還息嗰度一定有嘢巴緊㗎啦。咁好似最近呢個地盤，古洞個地盤，發展商年頭已經賣咗今年啲 target 啦。咁所以我覺得又好輕鬆喎，所以佢可以更加係啦。即係呢個價係冇壓力價，唔係個買家冇壓力價，係個賣家冇壓力價，可以賣少啲又得，變咗呢個，所以變咗樓市，即係樓市，我哋都係用一個平穩嘅態度去處理啦，再睇下點變咯，即係睇下點變咯，即係有啲嘢可以嚟得好快啊！即係香港人咧，的而且確係呢10年咧係好苦嘅，即係都係苦果嘅，即係搞咩都係苦果。咁所以變咗咧，北部都會區我都有啲，即係發覺有啲人都係會唔會又係苦果啊？咁會變咗咧，咁其實你就唔使咁悲嘅，就睇佢點變咯嚇，係啊，即係你苦果，我哋 IPO 又去翻第一，管理財富又去翻第一，係嘛？GDP 又好進展，連最唱得差嘅即係零售嗰個都14個月增長，零售額14個月增長，即係呢個喺香港都唔錯嘅，即係大家都唔好咁搏命，咪穩陣啲，應該仲有好多機會咯。好啊，咁啊難得咧，今日請到3位專家啦，咁啊想即係俾啲 tips 啲觀眾啊，推薦下咧，究竟邊一個屋苑咧係目前係最為低水同埋有潛力嘅嚇？咁啊 Eric 哥，你俾啲錦囊俾大家，講俾大家交流下。咁就要有低潛力嘅咧，就即係一定係即係比較冷門嘅啦。我覺得係要係嚇。咁我想今日咧就俾你講個冷門選擇俾大家，因為你可以咁講投資嘅方向就我就而家諗最熱門咧，咁講調翻轉，最熱門係咩咧？即係學生宿舍。係嗱咁一般嘅普羅大眾咧會覺得學生宿舍冇1億都要5000萬。先可以投資搞一個學生宿舍喎，咁係嚇。咁呢個我覺得係有少少誤差嘅，其實係。咁我會提議咧，就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其實而家尤其喺我區個熟悉啦嚇。咁喺馬鞍山嘅連新區啊嘅會係高柏啦。高柏附近而家大家都有個紅盤啦嚇，新鴻基瑞威斯就呢個話次次都賣光嘅，賺到錢啦嚇。咁我唔係叫大家投資瑞威斯嚇，呢啲唔需要我講啦，自己會呢個嚇就識㗎啦。咁但係其實喺周邊咧，大家你會發現有好多村屋嘅。周邊其實係非常之多村屋。咁喺以往嘅情況咧，呢啲村屋咧就係可能講係。即係好冷門啦嚇，唔係好多人住，因為交通又唔係好方便啦，又冇配套啦，附近係嚇，咁所以咧都係好平嘅嚇。咁呢個一座村屋咧講緊1200-3萬咧，即係最低潮咧都試過成交嘅就2100尺喎啊。咁呢個即係講緊係即係5000蚊尺咁樣，呢個成交價好平嘅係。咁但係到而家咧調翻轉頭。因為瑞威斯嘅有1萬伙將會供應嘅，其實係咁，所以咧配套咧又交通咧就方便咗好多啦，有好多一段增加緊嘅交通啦，路又擴闊啦，又有商場啦，有配套啦，咁連帶呢啲村屋咧都係方便咗嘅。咁但係除咗呢個普通嘅我哋一般嘅市民之外咧，其實你可以想像下中大嘅學生，招弟都係中大畢業，所以好明白中大嘅學生其實喺大學站咧去嚟呢一區咧。只係10至15分鐘嘅小巴，專線小巴好頻密嘅小巴，仲要係咁就可以嚟到呢一區㗎啦，已經可以。咁而我先知道已經有部分嘅先知先覺投資者咧，就會買一座呢啲咁嘅村屋。然後咧就分間做即係100幾廿尺啦，即係2100尺除，通常一般就15間房啦，開做咁就唔會太差嘅嚇，即係呢個即係700尺就開5間房，即係平均入超過100尺嘅面積啦嚇，咁只係開15間就可以做一個學生宿舍。而呢個因為村屋咧係即係豁免咗，唔需要受到簡約房條例
管制嘅，亦都唔受建築物條例監管嘅。簡單講句，點改都得，完全合法。唔係，因為成座都係自己啦，建築費咧都便宜好多。點樣改呢個都係即係好簡單啦，其實就工程好簡單。唔好改結構得啦，啊，唔好改結構得啦。係啊，因為結構得4幅牆就係唔改得嘅啫嘛，入邊所有嘢都係可以改嘅。外牆唔改得啫。係外牆唔改得啫，入邊係所有嘢都可以改得嘅。咁啊呢個主力牆大部分都冇嘅，喺4個角落頭嚟嘅主力牆係。咁所以咧你點改得？咁啊加廁所啊咁啊，成日喺外邊外牆插個喉就得啦。咁所以係好120萬到啦，即係我呢個改建費咧，我見過我投資者咧，我同佢呢個幫佢手買過一座，即係喺疫情唔係即係1年前咧，1400萬買咗一座，咁用咗120萬去做呢個改裝，咁之後佢成本1520萬，加埋啲 cut cut 1500-16萬啦，呢個就呢個可以已經做好晒呢個 project，咁我而家就租晒俾學生，咁1年咧就收大約100萬嘅租金收入，咁100萬 against 翻你8厘8厘，還有做法啦。一個係即係好穩陣同埋唔憂嘅，你唔需要擔心有冇客啊。滿租晒啦，租晒㗎啦已經係，因一為定租到，因為即係小弟都有啲 connection 嘅，即係算中大都硬係喺度希望可以多啲學生宿舍提供到出嚟，咁所以咧即係學生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嘅嚇，即係而且佢哋會之前可能冇諗過，但係一話俾佢知哦。呢條咁嘅巴線嚟嘅話咧，其實係非常之方便啊！咁所以反而調翻轉就揾單位賣咧，就相仲困難啲。其實係咁啊，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嚇，即係個被遺忘咗嘅市場啦。第一短期你可以做學生，同埋長遠嚟計，因為我區係不斷發展嘅即係可能有1萬伙嘅供應嚇，咁我個慢慢會個配套更加完善，咁我個升值潛力咧亦都係會有喺度嘅。咁而家你個 base 平啊嘛，係嘛？而家你講緊6-7千蚊尺嘅樓面面積價啫嘛，你買翻嚟，咁仲有8收8厘，係嘛？即係長遠又有個回報，短線亦都有個即係呢個可觀嘅升值嘅空間嘅。咁所以小弟今日就推薦呢度。好吸引嘅投資啊！即係成本又唔算話太貴。係啦，啲1000零萬你都買回報率亦都有成8厘嘅回報啊！咁汪生咧有咩？我整一個人都可以買嘅。係。我琴日琴晚同朋友食飯，啱啱另外有個朋友咧就話：我買咗個屯門一個屋苑啊，300幾萬。咁平？300幾萬？幾大先？嗱，300幾萬2手2房啊，唔係嗰個澤豐嚟嘅。咁我老婆第一時間話：澤豐唔夠靚啊！但係諗真啲，我老婆諗真啲，唔係喎。如果想輕鬆收租，100蚊釐印費，9成首期，就算你擺明去收租都可以借到7成，3成首期，咁一定夠冚喎，即係收個租。咁我咁啱，我老婆又同我分享話：啱今日簽咗份華都續約，即係我哋自己啲租客。就1萬個市值係12000幾嘅，咁我老婆就好中意減少少俾人，就11500啦。咁啊你幾好啊，平少少等大家開心啲啊！但係我老婆就係話點解咧？原本1萬，其實咧一份租約之後咧，其實已經升咗2000幾啦，咁你加多1000幾咪會大家開心咯。咁即係其實咧，個人都買到樓啊，因為如果你話300幾萬，即係兩公婆或者一個咁儲三成嘅收入，咁3年可以儲到。咁但係佢嗰個租金回報咧，其實我諗可見嘅未來幾年都可觀，因為我哋仲係不斷加緊人口。咁有琴日食飯有個編輯老友話：喂，去編輯都唔知喎。有個編輯老友就話：喂，呢啲盤咪好少啊？我睇下個報告，480幾個係私樓嘅400萬以下嘅，如果屯門天水圍。如果計埋居屋咧，就700幾。咁即係話咧，
呢啲銀行估到㗎，自住1成首期，收租3成首期。嗱，我發覺政府都有做嘢喎，即係呢啲係放鬆咗。咁事實上你應該放鬆人入嚟，買樓租俾人啦，因為對成個市場會平衡啲啊嘛。呢啲同我哋都係即係覺得係我哋想去做。咁即係話，就算普羅大眾去，其實都可以同自己打算嘅喎。當然，即係諗兩個問題。如果你覺得租金會加嘅，繼續加嘅，點解要可以甘心？聽完我講，我都有個租客走咗去買樓，唔幫我租樓㗎。但係唔緊要啊，而家大把租客。係。我租下排隊啊，而家。係啊，需求大。係咪先？需求好大。咁即係我想講就係話，即係個機會咯。咁我貪心講多1分鐘。如果你話我哋買基建，我認為性價比最高喺邊度咧？我認為性價比最高係而家小康站。因為而家小康站係嗰啲優質屋苑啊。其實佢將來係洪水橋站嘅結合體嚟嘅。咁佢而家偏低，大概1萬至11000到1尺咁都低。咁當然你可以話直接南延線咪仲好，屯門碼頭望住海景，俾高啲400幾萬，高層全海。而家屯門碼頭係或者啟豐咁啊，你單腳喺屋企單腳可以跳到落地鐵站，因為佢 set 你喺個閘度啊嘛。係啊，個地鐵入口。即係呢個我想就係話個質素變咧，1、2手都有個吸引嘅，即係一手嗰2間發展商啲材料好靚啦，咁你1手梗係全新嘅，有全新嘅代價啦，係嘛？咁你唔想全新亦有其他選擇咯，係啊。Alex 咧有咩意見？咁兩位老闆都一個講咗比劃北邊啦，一個就講緊大學附近嘅咩啦。咁我就講下南邊啦。咁我覺得其實有個地區咧，而家我覺得係個潛力都仲未完全顯現嘅，就係自從利東站通咗車之後咧，鴨脷洲嗰度嗰啲樓咧由低位開始慢慢逐步上緊嚟。我點解會咁樣發現到呢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佢個租金啊。個租金由以前嘅每尺40蚊都唔到，而家慢慢升到上去70幾蚊。但係佢個樓價咧就冇個租上得咁快。咁我睇到嗰邊嘅點解會咁樣？因為可能住開嗰頭嘅人咧就中意住翻嗰頭，咁而又吸引到，因為以前好唔方便嘅，以前冇利東站嘅時候咧就好唔方便。啲人過去嗰度又要隔條河啊，隔個海啊咁樣。咁而家有咗之後咧，就港島南岸嚟嗰度都係一個站幾分鐘。咁樣變咗咧就我自己睇到啊。嗱，我首先我就冇物業嘅喺嗰度即係先講咗先，我自己冇物業嘅咁但係我就開始睇到，咁我自己未來都會可能會關心下、留意下，如果有好嘅或者揾到我自己都可能會。但係嗰邊會。你覺得邊個屋苑會比較值得注意下咧？因為嗰度嘅我講緊係近地鐵站嗰邊喎，我係覺得近利東站嗰邊出口嗰度，其實嗰度啲私人屋苑唔係好多嘅啫。嗰個費事講邊個屋苑咧？即係得嗰幾個嘅啫嘛。知道。單棟樓多咯。單棟樓多。有規模嘅應該我記得應該有一個就有規模嘅。係啦，冇錯，可以留意下咯，大家。即係因為你話要俾個有潛力㗎嘛。係。咁我就俾大家參考下咯。咁就我覺得都值得研究。當然啦，頭先我都認同阿 Eric 哥頭先佢話村屋或者係學生宿舍嗰啲。不過嗰啲有一個問題，即係一定有少少技巧咯。因為你起碼喺裝修嗰邊，即係你普通新手做唔到嘅有啲。唔係我負責俾新手咧，俾我個老闆嗰邊咧就新手就好上車容易啲。係啦，所以年輕人我都幫老闆但係阿 Eric 嗰個咧，其實係銀行好支持嘅喎。係啊，所以即係如果真係
當即係可以做生意咧，做生意咁做嘅。好即係你條申報，我就冇，亦都有我係冇持有我區嘅任何物業嘅，係啊咁亦都唔打算去買嘅，因為呢個即係嗰個但係咧就會補充一樣嘢，頭先所講啦，你知個別一個投資者你話好難搞唔識嘅喎，咁樣係。咁但係市場上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叫做 service provider 咧，一條龍服務嘅。佢係提供晒，即係或者係裝修啦、設計啦，有埋施工團隊啦，同你做啦，跟住同你最重要一樣嘢，去揾埋學生俾埋你㗎啦，已經係同你管理埋之後，因為你15間，一間做15間啫，買2座30間㗎咯喎，佢係會有埋團隊幫你管理，無論15間好、30間好、300間好，佢都有埋團隊去幫你去管理㗎啦。即係你簡單講句，你淨係磅水。收租輕資產，佢就同你一腳踢，因為你即係呢個小弟嫌煩啦，你叫我去管理我都冇興趣啫，係嚇。上晒岸啦 Eric 哥。唔係，即係呢個人生到我呢個階段做得另一啲嘢啫，要係嚇咁啊。咁所以咧，即係去到呢啲咧，都係有服務提供者去即係做得到㗎。即係當然佢去收費啦嚇。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你就解決咗你嘅頭痛問題喎。即係你唔從做一間咁買一間屋收租啊，即係汪生咁，我呢家係簡單啦。但係如果你去到呢啲 project wise 嘅話咧，你就係呢個要人專業人士幫手噶啦。咁同埋亦都即係可以發大咯。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你可以做多啲係嘛都得啊嘛。咁嗰度有幾千間村屋，即係有呢個機會好多喺度嘅嚇。好啦，咁啊想嚟緊咧就想探討下地產代理，因為難得啊汪生同 Eric 哥大家喺度啦。咁因為北部都會咧，咁啊有呢個咁未來20年嘅發展。咁我哋傳統地產代理咧就除咗喺鐵路沿線開鋪之外，增加鋪點之外咧，其實仲有啲咩策略我哋可以做咧？譬如話而家網上嘅廣告平台啦，或者係揾啲，因為咁近國內，可能有啲國內嘅專才跨區過嚟呢邊發展啦，或者係喺而家 AI 發展得咁蓬勃啦。咁喺地產代理呢未來呢黃金20年，大家會有啲咩嘅睇法咧？Eric哥講先。咁就正如所講啦，先講啦，其實北部都會區其中一個主力嘅客源啦，就國內人士啦。咁其實據我小弟了解咧，喺國內我哋嘅行家啦，其實根本上間個都喺度拍片嘅啦。佢哋賣嘢咧，即係亦都唔淨止地產呢個銷售行業，其實係好多行業啊，都係靠即係拍片自媒體去做推廣㗎啦。咁如果所以你要去吸引國內呢班客嘅話咧，咁一定係需要即係你有一個即係用 online 用網上去銷售嘅方法啦。咁但係當然亦都係需要你係要去一定去你自己本身有料啦。即係本身你真係要有身材實料。我對北區，譬如你真係賣北區嘅，你對北區各方面都好了解啦，對香港房地產好了解啦。然後係藉住呢啲工具啦，即係話齋你一啲點樣去推廣嘅工具，喺線上嘅工具啦，去傳遞到一個信息俾你嘅潛在客戶。我係呢方面嘅專家，我係好有誠信。我係會協助到你好順利地甚至係好幸福地小弟公司嘅術語就係讓置業變得幸福啊嘛，好幸福地去置業係嘛？咁呢樣你哋能夠通過呢啲渠道咧，就可以唔淨止鋪點咯，鋪點係一種傳遞嘅方法，一個古老嘅方法啦，可以咁講即係，但係仍然好有效嘅。呢個係唔可以冇嘅。咁但係 before 即係除咗喺個鋪點以外，你點可以將你嗰個即係尤其是國內客點樣可以將個網發到去呢個更加大咧？咁樣係，咁就靠呢啲方法咯。咁但係關鍵都唔係淨係啲方法嘅即係你自己本身真係要有真材實料咯。去呢個能夠去將你自己嘅優點啦，即係我作為一個某區嘅經紀，我區嘅你嘅咩優點咧，去通過呢個方法去傳遞到俾你嘅客戶咯。咁呢個喺未來20年。即係呢個係一個重要工具，因為就算你除咗國內客之外，本地客戶年輕一代咧都係接觸手機多過其他嘢㗎啦，係咪啊？日夜都係對住手機，做咩嘢都係經手機。咁喺個手機度，你點樣可以呈現到你俾你嘅客戶睇咧？係咪？呢度中間都非常之多學問啦，咁所以即係年輕嘅一輩就必須要掌握。咁同埋喺 AI 啦，AI 係可以令到呢件事做得係更加快同埋平。自動化，係嘛？即係甚至已經呢個即係
嘅小弟所知，已經係有啲公司可以提供啲服務係即係可以呢個數字人你將呢啲已經好容易㗎啦嘛，將我咁樣笠落去咁把聲錄幾秒鐘就變咗我講㗎啦係嘛？咁啊跟住仲要即係將佢 key 落去一啲。即係呢個即係我冇去過嘅地方，已經當我去咗㗎啦，已經其實可以嚇 key 落去，咁已經可以即係呢啲仲要係完全係自動化，自動咁樣係做得。咁呢啲嘅 AI 嘅科技嘅發展咧，亦都會將呢啲頭先我所講嘅即係將你自己嘅優點點樣傳遞咧，變得係即係由以往可能相對貴嘅成本咧，去慢慢去到好個人化、好自動化。去做，咁即係呢個亦都係要大家未來呢20年必須要面對嘅一個挑戰啦，或者機遇嚟嘅，亦都係。知道。阿黃生咧？地產代理嘅機遇咧，就建基於兩個，我認為將會唔變得嘅因素，又製造咗個經營嘅機會。第一就係人海鋪海戰術啦，人海鋪海戰術當然係。喺大公司嚟講好有效啦，咁但係始終有一日咧，呢個係即係唔應該係即係咁樣發展落去嘅，尤其係喺 AI 之後。咁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話唔好話我哋行業啦，即係香港人嘅認知都弱咗，而未來地產代理咧唔使好耐，就算而家已經發生緊，但係有啲人可能當佢冇發生。其實而家我哋收貨一個同事做嘢，佢已經係將人同 AI 綜合咗個結果。咁我哋就要習慣 head 得住個 AI，即係話咧，我哋有咩可以 head 得住 AI 咧？就係我哋做個結論要快，市場最快。我哋 AI 大概會收遲幾日，咁而收遲咗 AI 收遲咗個 data 幾日，相信佢要起碼一個禮拜咧，先會成為咗一個足夠嘅數據去俾 advice 你。即係話其實我哋可以做得好咧，係仍然快過 AI。AI 雖然勁，但係形成嘅 data 咧係唔夠我哋快嘅。咁我哋就贏咗7日。即係我哋而家玩緊，就係當然係只係一個認知嘅問題啦。咁而內地我相信亦有好多種唔同，即係唔同嘅玩法。但係問題咧，即係如果將佢歸簡單啲咧，就係話未來地產代理嘅世界係好嘅，因為咧個客係好容易知道你有冇講大話，即係 honest 啊。honest 係更加值錢嘅。咁當然 honest 都要技巧啦，你都有分精同笨啦，係咪先？咁但係 honest 係值錢嘅，即係話你個客一入嚟，我講嘅嘢係咪已經 match 到佢入嚟嘅時候嘅圖畫咧？呢個先係重點。即係我哋話咪接客第一個彎係最重要，因為接客去你捉唔到佢嘅圖畫。佢唔會聽你電話㗎，尤其是而家，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個，即係我舉少少例，係應該係類似係咁樣發展咯。咁咧就都係學習緊，但係就同 AI 一齊學習，我覺得係並不可怕。可能我用緊啲 AI 渣，但係問題就係，即係我哋可以快過去嘅。A 準可地產代理係咪會俾 AI 取代咧？唔會。舉個例。我哋隨時撳個盤出嚟，sales 可以即係話俾我聽，佢呢個盤真定假嘅。AI 唔得 ，AI 唔得。係。咁呢個就係我鼓勵啦。你喺行間度撳個盤出嚟，你知道3個盤邊個盤係呢個盤係流嘅，但相信大家都有個經驗，好可信。咁呢個咪 AI 做唔到咯。但係個客戶好快就知道係流喎，咁變咗。呢個即係揣摩緊類似做法咯嚇，即係專業仍然好有條件發展嘅。好多謝黃生。咁好啦，咁Alex 啦，呢個問題咧，其實全港嘅買家都好想知嘅嚇，因為頭先都講北部都會有成20年嘅發展啦。係。咁究竟你覺得作為一個投資者喺呢20年嘅發展裏邊，而家北部都會係咪屬於即係當年
好記得頭先你講話將軍澳區20年前咧，尤其是譬如話66區嗰邊嘅發展咧，咁其實當年如果20年前喺將軍澳落注嘅話咧，而家就長升長有啦。咁你覺得北都究竟會唔會係重蹈呢個覆轍啦？定係調翻轉而家落咗注之後咧，就變咗開荒牛白老鼠？到時咧其實可能越賣越平，真係唔知幾時先見到家鄉咁同埋。調翻轉呢個概念，你覺得咩時間去入市先係最佳時機呢？首先20幾年前咧，將軍澳啱啱仲係重災區嘅時候咧，其實我2003年第一間樓咧就喺將軍澳買嘅，將軍澳中心咁嗰陣時好多人都唔認同我嘅落注嘅，因為嗰度仲係重災區啊嘛。兩個背景唔同嘅，因為將軍澳係一個純住宅區，佢冇話啲乜嘢特別科技或者係工業園冇，但係佢就有一個優勢就係咩咧？佢夠平，嗰時就真係好平。佢係太古城，我記得係太古城嘅1/3到嘅價錢，就可以買到一樣嘅單位，大家都係新樓。所以同埋佢係好近港島噶嘛，嗰時已經規劃到有呢個港鐵去港島，咁我就睇準咗呢個時機，即係我覺得冇理由爭咁遠嘅，你爭1、2個地鐵站，而大家都新樓，只要捱過咗嗰個供應期咧，咁事實證明之後嗰10年係大幅跑贏咗港島嘅，呢個係比較已經係有 record 喺度噶啦，咁而家北都嘅情況就唔可以簡單同將軍澳嗰時嘅年代比，因為將軍澳嗰時嘅年代係好平，因為嗰時經歷咗97到2003年嗰個樓市暴跌咗70%咧，嗰時係唔合理咁平嘅，係非理性嘅。咁但係北都而家個情況有少少唔同，因為大家基數唔同。咁如果你用翻嗰個將軍澳嗰個情況去重創北都嘅咧，好老實講係有風險嘅。因為大家而家北都平均個價係17000幾啊嘛。咁就好老實講就冇話比起附近嘅二手市場咧就平或者咁樣嘅。所以北都係賣一個前景嘅概念。即係嗰個工業園或者係新產業嘅投資嘅情況。同將軍澳冇呢個概念嘅，純住宅嚟啫，將軍澳。所以北都最重要就係你睇嗰個發展前景個眼光準唔準，同埋北都好多樓盤嘅以後。咁你要睇下邊一個樓盤，你落注邊一個樓盤，而嗰個樓盤個定價而係有即係比較性價比比較高。咁呢樣嘢好重要。所以揀盤揀樓喺北都係好重要嘅。當年20幾年前喺將軍澳咧，其實你求其一個新盤，呢晚入去咧，你都賺幾倍嘅。即係以前係真係因為咁樣，因為佢係好低水啊。低水你諗下啦，我嗰時第一間樓已經買建築面積900幾尺，即係實用700幾200幾萬。咁同一個太古城係700萬。太古城仲要舊添。咁我睇到嗰個 gap 位太犀利，係唔合理嘅。咁事後證明我係睇中咗噶嘛，因為嗰時我唔係淨止買一間嘅。咁就而家北都就一定要睇前景，就唔係睇 gap 位啦，因為佢冇 gap 位，好老實講。所以佢係而家嘅價係比二手貴嘅。呢樣係大家都明嘅，即係睇報紙都有講噶啦，呢啲係咪？所以就要集中喺精力，要睇住嗰個產業發展，同埋嗰個租金啊。租金都好重要，咁但係因為租金未出啊嘛，咁我估下，我個人估計咧，佢應該50蚊以上，50蚊左右都應該做到嘅，50蚊左右，因為我睇翻柏龍或者睇翻附近嗰啲新樓嗰啲咧，都應該冇問題嘅，咁就大家可以從呢一方面去追去計一計，撳下計數機咯，咁就。即係希望越做越好啦，佢特別產業園嗰方面，但係你唔可以，即係我個重點係唔可以用翻將軍澳嗰個完全 copy 落去，咁嘅話咧我就咁簡單咧就唔得嘅，唔 work 嘅呢個係啦，兩回事嚟嘅。兩回事，我哋都要睇清楚，其實內地人點睇啦，即係你唔可以掹咗內地人拜唔拜，呢個係一個
唔係最大部分，都係一個主要部分。佢唔 buy 會論盡啲嘅。應該有部分會 buy 嘅。係有人 buy 嘅就同埋我覺得咧，最後個市道咧都會有夾位嘅，即係因為點解咧？佢無論今次賣成點都好咧，賣得到佢會再上，咁上咁上下自然會有夾位出現啫。即係市場係有上有落去互動嘅。咁好多時即係話買樓賺錢咧，即係好多即係如果買樓花賺錢，通常兩種，一種就加戶式嘅，買嘅時候好平。千幾蚊，跟住就升到5000幾蚊，即係一係咧就係好多阻滯，咁於是現時好多 gap， 即係就當然要睇翻時勢配合啦。咁所以我同意Alex 睇過好多次啦。其實呢盤帳係現在進行式嚟嘅，即係唔係睇定你食，而係我哋同佢一齊互動嘅。係啊，咁變咗所以變咗有好多頭先我哋提嗰啲咧，就唔使咁現在進行式啦。但係因為相對上我調翻出去有咗庫存啦，即係呢個都係你問有個水位啦。係啦，即係呢個都係主持你問嘅問題，即係問嘅問題個初心啦，係嘛？係啊。好啦，咁啊今日咧都非常好多謝阿汪生啦、Eric 哥啦同埋 Alex 哥咧，咁啊帶嚟咁多寶貴嘅意見啊！咁啊，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樓市多面講嘅話咧，就記得幫我哋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我哋下集再見啊！拜拜。